来熟悉阿比小姐，怎样予我有时煞会关心挂念伊？敢是叫做传的心情，害我心茫茫。伊若是有缘会来思念我，阿美仔话，阿美仔话，你是纯情的女性，想要来走去找伊阿美小姐，等待下班有时看到时间做空客。敢是叫做这咱的心情，害我无心情。伊若是欢迎做阵来散步，阿美仔话，阿美仔话，你是纯情的女性。想要来送你物件表示情意，可一步看来看去，不知为什么，敢是叫做迷咱的心情，害我心焦狂。你若是有缘，会来欢喜我阿美仔话。